真欢喜咱来到上帝圣殿要敬拜伊，愿咱的声传到上帝宝座前，真侪芳芳的节。感谢耶稣调阮来行伊的道路。毋知影兄弟即马是伫海面，也是山顶。咱的救主基督耶稣，伊的全能圣手为时刻保护。咱来用圣诗575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你真有福气，你真有福气。咱下当君地主真幸福。咱大家用喜乐的心来用圣诗681首，地主的人有幸福。地主。为
首完全能主上帝。全能上帝，感谢你所赐完全的平安，求你坚定阮的心，伫咱拄着困难的时刻，遥远坚定跟缀你，也求你拍开咱的心，互咱会当听入去你所要互咱的话，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兄弟平安，真欢喜今仔日，虽然外口昨昏拢有风有雨，也毋过今仔日咱会当做伙来到遮，三甲来敬拜阿罗上帝。
为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俄罗的诗歌来到伊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这时，咱来吟圣诗575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时咱三甲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伫主日阻止咱来做伙敬拜阿罗你，领受你的教示，甲因带，也伫你为着咱所阻止所安排的机体内，会当得到你的疼痛甲安慰。主啊，咱要信任，咱所行所做的事，是常时是照家己的意思在行。有时咱阁会讲，这拢是为着你。不过，其实这拢是为着咱家己。主啊，求你怜悯，将安尼的心显明，互咱家己会当看清楚，这是出于家己的财目、骄傲，也是出于你奇妙的旨意。主啊，
亲像圣经在历史中有对你的百姓有提醒讲，请你先问上主的意思。今仔日咱来到你面前，要将咱的生活、家庭、教会团契、教会事工，这个事拢总交托予你。求你赦免咱时常是先有计划，才来求你的祝福甲帮助。求信心时刻提醒咱，伫要安排前，拢爱先问你的旨意。求你监察，毋通靠阮家己的财物甲经验来行。主啊，伫即几工风台来，感谢你的引带甲安排，互咱囡仔的营会中，互同工会当平稳果断的来调整，互活动的内容甲时间拢有闪过风甲雨，顺利来完成。嘛，求主看顾，互风雨了后有灾祸、有水灾的所在，要摒扫、要修补的工课，拢会当顺利来进行。主啊，求你互咱会晓照你的教示来准备家己，嘛会当照你的提醒来调整家己，一切拢爱活靠你来行。一时咱要用你所教的主祷文来向你祈祷告别。愿在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莫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这是来读启应文第33篇，就是诗篇139篇。我来客，请兄弟来译。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前方，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你亲手保护我。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行到倒位，我才会当多谢你。我若录音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入到这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遮早。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多。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这是来强守上帝话，圣经诗篇139篇13节到16节，也有耶利米书29章11节到14节。诗篇139篇13节，你做我的丈夫，我伫老母的腹肚内，你甲我塑造。我感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通行为，你的作为奇妙。我的一切，你完全知。
我伫人看袂到的所在受造，伫老母的腹肚内，你甲我塑造。我形成的过程，你拢清楚。我未成形的身躯，你已经看到。你为着我安排的日子，拢已经记得你的册。耶利米书29章11节。上主安尼讲，我确实知，我为着恁定的计划是要互恁平安繁荣，毋是要互恁受灾祸，通互恁有光明的将来。恁求叫我，向我祈祷，我会注意听。你若祈求我，恁会找到；恁若专心祈求我，我一定会互恁找到。上主安尼讲。以上上帝话，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这是咱要学老请圣歌队所要吟的诗是永活的主。讲道，请本堂黄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上帝为你命定的人心”。姊妹平安。
今日去分享上帝为你所命定的人生。就人类所在，在宇宙中间速度上较紧的就是光。有一个科学家发现，若伫某一种特殊的环境中间，光的速度会当阁愈紧。这称作脉冲光。有一个杂志的作者来问讲，为什么光的速度是每1秒2亿9979万2458公尺速度？足厉害，计算光遮尔紧的速度，计算到个位数。这位科学家来回答讲，自然界就是安尼，光就是安尼。伊无讲宇宙按照进化论来讲。这个光的速度会愈来愈紧，愈来愈紧，因为按照进化的原则，无。伊讲自然界就是安尼，光的速度就是安尼，所以必须要接受，这是一个事实，存在事实。所以科学的原理是建立伫已经发现的自然界中间，无其他的解说，去说明，去解释。已经存在事实。诗篇139篇的作者大卫，伊要亲像考古学家对化石去找迄个生命的起源。对伊来讲，伊主要讲一个事实，讲是已经存在事实。上帝是咱生命的创造者。人问讲为什么？敢是进化而来？敢是慢慢改变？人毋是愈来愈进步，愈来愈聪明，社会进步，什么拢进步，拢是进化而来。生命的起源就是安尼。大卫无安尼讲。大卫写诗篇139篇的时，伊讲生命的起源就是安尼，伊是描写生命存在一个事实。所以罗马书第1章安尼讲到。大自然本身是显明上帝的智慧甲权能，上帝永远的神性，甲伊的大权能是咱所会当知，虽然目睭看袂到，但是照着所做的物，就会当来明白，就会当了解。大自然就是安尼，生命就是安尼。所以咱来看，进化论的时阵，伊来讲生命拢是经过几啊亿年啦，对单细胞慢慢进化来。所以最近有一个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伫肯亚，伊就将这个所在有真侪这脆的这骨头吼，它拼凑，唔知怎拼凑，唔知影，拼凑成一个人形，一个头。伊就讲这就是非洲的。人类的起源之一，安尼，像这是人类上早的祖先。这个人头叫做肯亚扁人，头扁扁啦，咱这么圆安尼吼安尼。不过伊较谦卑啦，伊安尼讲这是我安尼拼凑出来，有可能是，但是证据也无够，因为咱对人类的发展，祖先所讲的这进化论，咱可能也无发现伊明显的证据。所以到今日，咱拢是期待佫有新的发现。意思就讲，进化论这是一个学说，到目前中间也无找到真明显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学说是真是假。这是一个学说，但是咱是当作真理来带教导。今日咱的生命科学已经。会当去明白了解咱身躯整个这生命的组织，咱的结构、咱的遗传运作的方式。所以，咱的生命是显明，这是一个非常奥妙的一个存在，就是安尼。人无创造生命，只有发现人遐尼奇妙，人的生命遐尼奇妙。所以，论到咱人生命的产生，毋是一种的。偶然，毋是这种的几率，安尼。所以中国第1位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到103岁要过世的时阵，来问讲：你安尼了解宇宙，伫你来了解宇宙生命是啥物种的情形？伊讲
我少年时阵要来去探讨整个宇宙我其实我当探讨，发现宇宙真大的代志，有真大这个创建。我愈探讨愈相信一项：宇宙的奥妙、宇宙的处事、宇宙的存在，包括人生命的存在，是遐尼奥妙，这无法度去用字进化来说明。我相信一定有一个造物主创造这一切，这个奇妙啊！一定有一个造物主，唔知是叫什么名，不过这是一定是就繁荣甲智慧人所做的一切，包括咱的性命。这是103岁了，伊充满智慧，探讨人生了后，伊是来发现，性命就是如此，大自然就是如此，生命就是如此。只有当说明伊存在的一个奥妙。大笔讲到咱的生命的形成，这是上帝所创造的奇妙。来用台语去讲，去读一遍这个所在所写。伊讲：你做我的丈夫，我伫老母的腹肚内，你甲我塑造。因为我受造奇妙，通行为，你的作为奇妙，我的一切是你完全所在。伫我老母的腹肚内，你甲我塑造，我形成的过程，你拢清楚。我也未成形的身躯，你已经看到。你为着我安排的日子，拢已经记伫你的册。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好未算得。我若要算，比海沙较多。若算会了，嘛袂当透彻你的奥妙。这个所在是一种表明一种事实的陈述，无其他探讨。生命就是安尼，因为这个生命是出自上帝的所造。伫美国伊利诺州东北大学有一个哲学教授这个叫做摩修博士，伊就写批互迄个时阵真有名的哲学家、科学家、作家、学者，大家问一个问题讲：请问恁恁认为的人生意义到底是啥物？真侪人安尼回答，我嘛搁咧探讨呢，我嘛咧思考人生的意义。我就必须要对我家己的经验探讨伫遮默想中间，然后虚拟一套人生的目的。但是现在，我嘛常常咧修改。对着我的经验来讲，我嘛常常咧调整。经验到倒位，调整到倒位。我对人生的答案完全无有线索。真侪人讲，因人生的意义，根据因的经验，嘛出自一种的猜想。咱的姊妹，这是真哲学家，也是真有名的科学家，因咧探讨人生意义的时阵，真诚实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你咱看见真侪人哲学家，因来讲起人生的意义的时阵，无同款的人生的想法，无同款的探讨，无同款的可能性，但是无互你知影到底确实是啥物。所以哲学家有当时讲到人生是非常安尼无奈。有人讲到人生其实无啥物意义，对着这个进化论来讲，我是偶然存在，我就无一个目标，就带逐个人慢慢进化成我即摆一款式。我亲像其他的动物、植物共款，我是大自然中间的生命一体一分子。生命安怎进化来，我嘛是安怎进化来，无啥物目标，无啥物目的，是一个偶然。我的人生就像野地内面一朵花，伊安尼开、成长，无人看见，无人知影。伊慢慢安尼开了非常水的一朵花，无人看见，无人知影。有一天，这朵花慢慢凋谢，自然消失，无人看见，无人知影。哇，这就是我的人生，
完全无意义。有些人真正伊人生就是安尼。我的存在是安怎存在，我毋知。我为什么来到这个所在？我要去到倒位，我毋知。我就是活伫这个所在，偶然存在。日本的中间有真侪老大人，拢是偶然孤独而死。出世的时阵，可能父母知，啊那就疼。啊孤独死的时阵，无人知影，啊就孤独过去。你会感觉讲茫茫人海中间，遮尔侪人，无人注意到我，我无啥物重要，我就安尼出世受疼。啊，然后我伫社会中间安尼走动，啊为着生活，啊就活着，然后慢慢年老，然后消失，无人会当纪念我。就咧像一蕊野地花，啊！恁我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是某一个哲学家因安尼讲。然后有可能就讲我存在，我存在价值啊。但是你的存在价值是因为外在的物件来定义你的。所以今仔日我是黄同佩，我的身份是牧师黄同佩。有一天我若退休了后，我一个前牧师。什么无职务啊？你的存在就仅仅是黄同佩。有可能咱希望有真好这成就，这就是有一个成就的某一个人，这是某一个身份，有董事长，伊是一个博士，伊是一个教授，伊是一个有钱人。所以这个身份定义咱本身的价值，有一天这物件若失去了后，你会发觉。单独一个人，你存在到底是什么种的意义甲价值？所以有人咧探讨讲，今仔日若是你最后一天的时阵，你想要保留的，是到底是什么？这是你最后一天的时阵，你希望你会当保留什么？一定毋是银行的这个口座的数据，一定毋是某种头衔，一定毋是某一种的学位。因为伫这个时阵，你只有一天，一切这物件拢消失的时候，你的存在，这天到底意义是什么？有可能关系吼安尼。我的存在是某一种关系，我对老爸老母啊，我对人的每一个囡仔，我伫这个所在甲人有关系所以我的存在是为着某一个关系来活，这嘛是对。但是有一天，这个关系慢慢会消失。这个关系可能社会变迁中间，兄弟姊妹的关系变化。父母嘛离开咱，咱某一种的身份，某一个团体中间，某一个关系，有可能牵线了后，我全失去。如果到你生命最后一天，只有你单独的存在，拢无其他外在物件，安尼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哲学咧探讨的时阵，嘛是对人生中间真侪观察来知影，人去怎样面对伊人生的意义。有一个卡缪非常有名，伊有一句话叫做“向死而生”。伊讲，终其尾，咱每一个人拢爱死，所以无论你怎样定义你的人生，无论什么种成就，你追求什么，得到什么，伫你身上附加什么种的价值，这一切拢会慢慢消失，因为死将这一切拢消除。所以呢，伊就讲，咱就要去面对死这项事。死若袂当避免，咱就要活伫现在，活在当下。这句话嘛真好啊！活在当下但是伊讲的当下是什么呢？伊就用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个歇西佛斯来比喻人类的命运。伊讲这个歇西佛斯呢，伊去有神来提揭发。这个揭发就是讲呢，伊就每一天伫一个山谷中间，将这个石头撒去到这个山顶，然后呢，到这个山顶了后，这个石头佮对这个山顶佮连落来，到山谷。第二天下晡佮将这个石头撒去到山顶，然后佮连落来安尼这两个山谷内面。所以呢，每一天伊的工作，就是安尼用真大的气力，安尼撒这个石头，真劳碌，但是生命拢倒转来到原来所在。你想这有意义无？劳劳碌碌，劳劳碌碌，碌碌无为。你就那个劳碌，但是劳碌都完全无成就什么。逐工这石头都
入得到山谷的所在。所以讲到咱的人生，就是安尼。但是这是咱的人生，咱知咱有当拢会死，但是咱来面对咱这个荒谬无意义的人生，如果你是面对它，你面对也行，这就是活在当下。所以啊，因为活在当下的意思，不是讲我得快快乐乐去吃一个国宾啊，可能你的生活是非常困难，面对真侪艰难啊，劳劳碌碌，不是讲这个科学园区啊，这所在安尼听来卖干的生活，卖干的生活，你要面对它，因为你的当下就是卖干生活。好，然后到有一天的时阵，你已经年老体衰，然后这物件消失，碌碌无为。但是讲哦，活在当下就是你要面对的人生。所以呢，你知道有一天会死，有一天你落落落落，但是你犹原欢喜来做讲，这是我人生。这命运和我的人生就是安尼，所以呢，我要对这神来抗议安尼。所以我把真勇敢，我没有躺平，我没有作为，我要让恁知影你的计划，我面对伊勇敢地面对伊，所以劳劳碌碌的上这石头。这是我活在当下，让你知道我没有屈服，我反抗，我面对你们的挑战，我面对你们的责罚，我没有屈服。哇，这就是你的人生中间向死而生，活在当下上界大的困难。所以咱真侪人讲，我不向命运低头，有无？虽然真艰苦，嘛是不向命运低头，直到有一天我离开世间。哦，这嘛是你所选择的人生，向死而生。但是有一个人就讲我落，艰苦拢这个物件，啊，拢无啥物作为，也无啥物成就，我转躺平就好啊！我逐工在那拼命，当杀这石头。啊，拢回到原点，有什么意义呢？无什么意义，我总躺平，这嘛是伊所选择的人生啊。所以嘛无什么答案，每一个拢会选择伊所敬物件。咱现在到底咱人生是啥物？当你追求你人生的生命意义的时阵，你是选择我就是偶然存在，我的存在无什么价值，无什么意义。我就真努力，我来对我人生意义共款。但是面对死的时阵，我知影我会失去一切，但是我都无可奈何啊！只有接受这个事实，是不是安尼？大部分人拢是安尼。所以呢，对着真侪这财富的时阵，真侪这名声的时阵，伊感觉我会当永远都活落去。所以我有几亿的财产，我一世人用不了，但是我会当永远活落去，去使用我这用不了的金钱。好。我都唔知有遐侪人要趁遐侪钱，唔知要创回安尼吼。啊，有啊要去趁啊，1亿2亿亿来亿去。你会知影有人生有一天，直到破病失去健康。所以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你所认为重要，你主导你的人生。有些人因为这船难，啊，伫这个大海漂流4暝4天。啊！伊得救了后，伊就讲一项，在这大海漂流的期间，我体会一项事：一个人的性命竟然会当遐尼简单，简单到一个，内当有一块面包，有一杯淡水清水，啊，就互我真满足。你所面对真大一个患难中间，只有一块面包、一杯清水，就会当互我满足。但是姊妹，咱有真侪欲望，亲像这茫茫大海，对不对？但是呢，这大海一滴水你都无法度互你满足，咸水都无法度，食了艰苦啊，甚至夺取你的性命。所以漂流在茫茫大海中间，海水无法度。互咱的喙焦解决。我觉得杜布森博士伊大海的时阵讲，我志愿我人生的目标，伫我学生的时代，我希望会当争取一个学校有名的网球冠军。我就真努力，这就是奋斗目标。有一天真正伊的愿望达成，好伫迄个学校的历史中间，我有伊的名。每一年到每一年，伫咱这个杜布森这个学生，替咱学校得到真侪这个奖杯。
拢摆咧伫咧学校校史馆中间。几年了后，有人将这个奖杯寄互伊，寄互伊是一个学校的工友。伊讲杜布森博士，这个奖杯是学校叫我清落来，等你粪扫桶啦安尼。我就感觉讲这奖杯就你的名你得到的等你粪扫桶安尼轻轻收收咧，敢若做无彩。所以寄互你，你敢买？这伫阮学校遐，就物件尼顶真济顶真济遐物件轻轻的安尼。伊讲我觉一项代志，伊真感慨，就是讲，这是我过去真努力所得到真大一个成就。但是呢，这个成就拢伫世间中间真短。如果重新过来，我当然无后悔，努力拍拼。但是我明白这个物件，我所追求到这个物件，我就永久来拥有。有智慧人会用时间去建立未朽坏，而且会当永远的一个基业。这也是传道书的作者讲到：我追求智慧我追求快乐，我追求财富、饮食、风景、娱乐，真好徛起的品质。这些物件我拢已经有，但是我人生是何等的空虚啊！所以，伊最后了解，生命上界基本的需要就是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然后永远得到福乐，爱纪念造你的主。如果咱的生命无有上帝，就无有意义。有一个科罗素，伊安尼是修饰讲：你的存在，你是你，而且你的存在一定有伊的源头甲伊的原因。你是上帝真奥妙计划一部分，你是伊完全宝贵而且特别独一无二的设计。你的存在总是有伊的原因，总是有伊的源头。上帝袂出差错，伊将你成形，照伊的计划为着你量身特制，甚至你所面对的真困难的代志，你的人生的各种的遭遇，甚至伫你人生所流真侪这艰苦、目屎、痛痛，上帝允准这一切发生，来塑造你整个生命，塑造你的心，要用伊的腿、伊的拐，将你成形。你我每一个人存在，总是有伊的源头，有伊的原因，因为上帝是咱共同的一个上帝。姊妹，你敢有想到一项？有时咱来比拼，为什么我出身甲伊无共款？有时我啥物无公平的一个起点，伊有富爸爸，伊个富二代，我都拢无。为什么就感觉讲安尼？什么高富帅、白富美为什么我拢无？我是少年时真怨叹生了下，个乌，个无钱真正是安尼又穷又瘦又黑又矮，这是我少年时阵的整个形象。真怨叹那无好，出现这种情形。姊妹，上帝创造咱的生命，参与咱整个肉体形成的过程，为着咱定着一生的计划。伫我还未出世以前，上帝你已经认捌我，你已经为着我一生定好计划，而且每一天记载伫你的生命册内面。所以咱每一个人存在，毋是偶然，那是根据上帝的目的来受计划。这是大卫伫诗篇139篇予咱的答案。咱的生命意义必须要甲上帝有一个连结。伫过去几千年来，船驶伫迄茫茫大海中间，若是南半球，伊的定位点可能就是迄个南十字星。
伊若是北半球，伊定位点就是北极星，啊，无像咱即摆 GPS， 啊，他们的大自然 GPS 就是北极星、南十字星，啊，定这个位，啊，然后去画伊个航线。所以呢，意思就讲，伫咱所行人生的路程中间，常常咱嘛有找出到底迄个定位，咱的方向是啥物？每一工你的定位点可能你的情绪啦，安尼。今日怎样啊？情绪无好啦，出去吼，拢爱在大细声吼，安尼。啊，真消极，好呢。你的定位点可能是你的梦想，可能你的快乐，你的满足，这是你的人生的定位点。可我人生目标就是要满足我的成就，我人生目标就是要追求快乐。我一面去到邦桥吼，参加一个人请阮食饭吼，安尼。我在餐厅头前100公尺，塞车。我就感觉我方向感袂歹吼，所以我就安尼坐伫巷仔内底。啊，坐伫巷仔内底吼，我只要是安尼，那我倒边，啊个我正边，个我倒边，个我正边，个我倒边，个正边，就回到原点，对不对？结果呢，我规划了规拢袂去，唔知影是啥物所在，是毋是我唔知影到底我现在伫倒位？哇，昨天真紧张，所以只有呢。之后，搁安尼写到原点的所在，原来所在，看伫遮啊，看100公尺安尼。100公尺，拢总时间拢25分钟。啊，你去倒位啦？啊，前遐久啦安尼。啊，差不多靠电互你都讲念要到，啊，25分钟。这就是咱的人生啊！咱感觉讲，我会当找到一个方向，结果咱完全袂识。所以呢，只有一项，就是倒转咱原点的所在。有一天，当咱面对咱的永远我，面对咱生命追求的时阵，伫咱无目标的人生中间，失去咱的方向。圣经伫这个所在，咱讲，咱等下倒转咱生命的原点、起头的所在。这个所在是啥物？就是上帝啊！因为咱生命起头就是咱上帝，上帝为着咱定了咱人生的计划、咱人生的方向、咱人生的意义。但是你倒转来到你生命，这一切的源头就是咱的上帝。若无时阵，你就亲像圣经内面所讲，随风而逝，随风漂流，对着世界这原则，对着世界这价值，模模标标，对着世界，互你的人生意义所定义你的。啊！你感觉我失去方向，我失去意义，我失去重要性，我失去迄个价值性，劳劳碌碌，碌碌而为，亲像飞火西施共款，歇火西施共款，一切落拢去转去咱原点。只有上帝是咱生命的原点，因为伊知影咱生命的根源，咱的受训，咱受造的目的、意义、重要。上界落尾命运，拢伫上帝迄个所在。有一个少年人20几岁，伊讲我真努力打拼，我要成做一个真了不起的人。但是我一直感觉我的努力拢是失败。直到我找到我人生的目的，我才感觉我真正活着，还是为？当我真正找到我人生的意义，我感觉我是真正在活。无上帝，人生就无意义，无目的。无上帝，人生就唔知你的目的是啥物。无目的，你就无感觉你的人生意义。若无人生的意义，你就感觉啊，人生就无要无紧，啊，就凊彩就好，啊，就谈兵就好，啊，就随遇而安，一朝有酒一朝醉，你到迄个日子同款。小宝那有安尼讲，小宝那安尼讲，用人生上介大的喜乐，就是你感觉你是为着伟大的目的来活。啊，真正是安尼啊！有可能你感觉我做真大一个成就，就是目标。哦，我迄个目标若达到的时阵，我就感觉讲为着真正意义。但是上介大的悲哀就是，当你找到达到迄个人生意义了后，人生迄个目标了后，才发觉啊，原来这不是我要的啊！
真正是安尼啊。所以，第二个咱问一句：如果这题最后一讲的时阵，到底你想要掌握掉的到底是什么？那才是你感觉最重要的。所以，当你打拼一世人的时候，对着你所爱的物件，你的财富已经有，你的目标已经有，然后你失去健康，我的人生不把即摆来当健康，唔知偌好咧。有一天你真打拼，结果家庭的关系拢真破坏，你无做甲你的囡仔做伙成长，陪伴伊的成长的时候，你发觉到我即摆已经有但是我失去一个机会，甲我的囡仔会当做伙成长。什么我拢有但是我失去我的健康。我希望会当用我一世人打拼这个财富，来当买回我的健康。一个月嘛好，安尼原来这不是我爱。这是真大一个悲剧。所以，到底你认为上界伟大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可能感觉你非常的卑微，另外一个悲剧就是，你有一个人生目标，但是你完拢唔捌达到这个目标，这嘛是一个悲剧。所以咱有真大希望会当胸怀世界，但是后到伫后来时阵你的世界就是你家己啦，会当管家己就好啊。所以你感觉有时非常的卑微。无人注意你，无人认捌你，无人顾念你，无人了解你的处境。但是，虽然无人了解，圣经内面讲到，上帝知影你的一切。你生活每一天拢记伫生命册内面。上帝为你的人生已经定好一个好人生的计划，只不过离开上帝，离开你的观点。离开你甲上帝的连结，飘伫你茫茫人海中间，对着世界风俗潮流飘来飘去。望上帝教咱的计划是关系到永远，所以代笔伫诗篇139篇24节最后讲，伊在上帝记得讲：上帝啊，求你引带我行永远我的道路。上帝啊，你已经定着我一切，你已经定着我的人生，设定我的人生，希望我会当遵照这个计划来行。所以恳求你引带我，不是照我家己的设想，不是照我家己的思考探讨。上帝啊，求你引带我，给我智慧，行永远的道路。这是代表伫诗篇139篇所写的一个祈祷。连接伫上帝，因为我是受上帝创造，为了上帝来创造，也为了上帝荣耀来创造。我的存在就是显明上帝的荣耀。唔免加添什么，我存在本身就是上帝伊的奇妙所在，这就是这种荣耀。然后伫我一生中间，行伫上帝为我所定的人生的路，每一个人无同款，但是咱连接伫上帝，咱会当找出人生的目标，咱会当定义咱人生的价值。所以，我们不是向死而生，知影人生的意义，但是无可奈何；知影人生的意义，活在当下。有一天咱会死，人生的意义就是活在当下，劳劳碌碌，碌碌无为。咱有一个选择，向上帝而生，上帝来活。上帝创造咱的生命，咱必须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活伫为着咱所定着人生的计划中间。咱对生命有责任感的人，咱的思想一项：人生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有真侪哲学家、真侪人替咱来设想这个代志，甲咱人生到底是什么？但是本身，伊讲这是我的猜想，虚拟的人生。而且每一个人背景拢无啥共款，但是所有的观点拢是共款，每一个人拢共款，咱是出自上帝。所以，咱必须要用上帝，就是创造咱的主，做一个起点。咱的存在是上帝的旨意，
然后上帝所做，也为着上帝所做，而且每一个人拢是特别的存在。会当明白这项事，咱的生命就会产生意义。只有伫上帝内面，咱才会当明白家己咱的根源、咱的身份、咱的人生意义、目的，甲咱的命定，以及咱的重要性。活出上帝为着咱所定定的人生，咱三甲来祈祷。主，阮献上感恩，阮倒转来到你面前，因为你着启示，阮会当明白上帝，知影阮的性命对你出，知影上帝你是阮性命的源头，阮的意义、阮的人生目标，拢连接伫你，也只有你，主知影阮受造奇妙，知影阮是伫你的地位甲权能中间所做，阮是何等特别，独一无二，上帝啊！阮会当失去一切，但是阮拥有你，我就会当得到一切。阮献上阮的感恩，恳求你引导阮人生的道路，行伫永远的人生的路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应答上帝话回应诗圣诗611首。地主的人有幸福，请起立因全首。请坐，这是咱奉献，请事献同工。
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赏赐我性命，也为阮每一个人备办美好的道路甲旨意。虽然有当时啊，阮看袂清头前的路程，但是阮相信你的信息永远袂改变。只是阮献上淡薄仔金钱，向教会事工顶面来使用，愿你接纳，也求主帮助阮，毋是干那献上阮的金钱，也愿意将阮的一生献互你，勇敢跑走头前的路程。我安尼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即时来报告，请牧师。伫咱报告下头2项，第一项就是咱6月28通过监选罗博士，成做咱第9任的博士。有人想讲，哎呀，监选过了后，是毋是转做博士？博士你要去倒位？我讲无啦，遐话咧吼。有人吼是安尼，1年前就监选好这个博士就真好所以人去来评去来评的时候，就1年前就监选。监选过1年后才来就任监选伊就走袂去好博士拢安尼所以咱罗博士呢是共款半当前就来监选起来伊就走袂去老咧但是呢伊直到11月的时阵伊开始就任这个就正式就任的时阵啦以前我是主任博士啦然后伫顶厝就是7月初是咱小会国语对7月开始我阁是主任牧师，但是伫我的授权下面请罗牧师来执行这主任牧师的职务这个过程是安尼伊初来的时阵，咱想要师傅带师仔共款学生就看这老师咧做，看伊安怎做。第二项就是老师呢，甲学生带学生做伙做，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你常常会看到讲黄牧师跟赖牧师2个拢共同咧主持一块代志，这就是讲共款做咧做，伊慢慢去接受。第3部分就是讲安尼，我可以单独做，单独去做，我看卖看得做得好唔好所以即马开始这个阶段，就是慢慢互伊适应，所有这主任牧师的职务的时阵，伊也去适应这种步调承担这个责任安尼，所以7月。开始了后，咱就团课啦，还是讲其他团队事工，然后什么代志要参详，咱先找赖牧师我会当伫遐迄个辅导然后代志会甲我来报告安尼咱已经并请迄个中会来11月15来举行这个庆典啦不过因对这个程序还有一寡意见所以爱个慢慢甲因瞧所以这是在进行。不过呢16月15，迄是真大一个庆典的一个礼仪，按算差不多总共600个会来参加，所以你也知影讲这是真大一个场面所以最近咱会开始去召开这个筹备的会议，会邀请咱各位团队来参加因为这是真大的一个庆典啦所以真爱咱做这兄弟姊妹来参与来规划这个细节安尼伫8月开始，咱有一个转款奉献所以为着这个庆典，差不多开了40几万啦佫无包括咱70周年的套刊只有这个庆典本身就要40几万所以咱有一个专案奉献会来设立请大家关心奉献。我继续补充报告。周报第3点，这个桌球团契伫逐礼拜拜1、拜3、甲拜5暗时6点半到8点有一个聚会伫教会2楼。主任是庄慧杰姐妹。这嘛请有兴趣伫即个事工来兄弟会当来了解，看有啥物通斗相共的所在。第4点是咱台湾神学院的课程，请有报名的兄弟会当来参考周报顶悬的时间。第5点是主日学，伫8月29号到30号，就是拜六到拜日，会举办一个升级营，
啊，你厝内若有细汉囡仔是要升国小啊，到国中诶囡仔拢会当来报名，报名费用是500块，会当找陶师园陶子姐妹来报名，也是边仔 QR code 嘛会当。好，以上报告。好，咱来吟祝福车欠的诗歌，圣诗401首，愿全能主上帝。咱吟全首吟一遍，请起立。吟诗线，请牧师教导。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阅读。